相亲嘛，我在哈。我就一个要求，先办婚礼，再领结婚证。可以，但是彩礼、嫁妆、礼金领证后才有。那这个协议你签一下，婚后出轨，净身出户。不用签协议，而且我记得出轨净身出户不生效吧？那我觉得不合适。哎，看你干的好事儿。2年多了，你还是那一套，都不知道变一下。但是你的答案变了。是我们太像了。那就再见。在这光阴而来，不停辗转，不曾停摆。走吧，过圣诞。等一下啊，你过来。有光芒在你。